今年一度的昆新王平安盐节，一个结合王爷信仰甲柏杨产业的活动，到当是已经办20档咯。昨日最高调是举办祭盐的仪式，才的108栋经过法师祈福的盐，要送予现场民众，摕回去厝内保平安。 法师团队对将8档历史的井仔卡盐田请来108栋盐，应当咧进行祭盐仪式。经过法师祈福的盐，提供予民众消灾解厄，得到众神庇护。嘛祈求一年一度台南昆新王平安盐节顺利成功。日月星的普照，有阳光，有好天，安尼当收盐。咱要用爱去这虔诚请来。 即摆经过这23个法师团众神的加持，咱平安节搁谢安尼开当成功。结合王爷信仰甲在地盐产业的盐节，已经有20档的历史，10档拢请真侪民众来参加，民众会当摕旗仔、加祈求的愿望，插进盐山来祈求平安。后面的大盐堆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拿着我们的 平安旗帜，把它插到这边，然后可以祈求我们1年的平安顺利。另外，当头戏拔杯比赛，嘛真侪人排队拼福气，要摕冠军奖金168888块。庙方指出，估计这个活动会有几啊万人来参与。若看文化尔，分管处嘛参相关单位设计限定版的平安盐地啊，只要民众排队做体验，因就会送。互民众带回去保平安，实在是有价有价。我们利用少的时间，虽然说要排1个小时或2个小时，可是它可以得到就是有意义的香火弹。福袋它里面有盐有符令，可以让孩子出外随身保平安。昆新王平安盐节对2004年开始，到今办20档，今年伫11、12假期登场，分管处希望会使成功推展永续旅游，嘛期待带动地方产业发展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